电钱到底敢会搁再起咧？即卖咧，因为政府的总预算互立法院甲摕倒来，所以风声伫年底之前，台电1000亿的预算若准无入来，这10月电钱可能会搁起13到14%。行政院长杜英台是表示讲，这民生的电钱千万的尽量莫甲叮当。要毋过，伊家己的官社煞表出，伫6月至8月，这电钱是爱15万。杜英台是讲，伊逐礼拜伫咧官社敢若2天尔，所以会赶紧请人去检查。4月这条关电价传出台电评估年底前若是1000亿满补预算无入来，10月电价会阁起13%至14%。政府总预算已经互立法院退回，这礼拜电价审议会要阁召开，电价是毋是起价引起政人的关心。行政院长杜英台是讲，期待无调整民生电价，尊重电价审议会的决议。你们这是情绪勒索吗？甚至什么？这恐吓取财吗？先请你一下子一下，一定要给你拨补，你拨补我就要涨你的电价。电价审议委员的这些先进们，都会观测到整个社会民生的需求，民生用电绝对不要，这是我个人的期待。不要涨了。台电回应尊重国会审议，绝对无危险。毋若电价，明年政府水电费预算嘛增加25%，互立委这支预算加偏真济。杜英台是买会是过去3年预算无反映起价，毋过电价争议嘛受到杜英台关切。立委讲6月至8月电费将近15万，挖近2万度，比去年同期增加4000度用电。杜英台讲6月底寒梯整修完了后，家己1礼拜敢若使用寒梯开会2天，厝的人无伫住，坦白讲用电有够样，已经请台电的人来检查。用电的异常，我也觉得怪怪的哈，所以我们会请电力单位来做一些用电的检查。对于知影立委要求补助禁发补偿金加工人收估价的预算，不过杜英台坚持禁发补偿金偏加1倍预算无合法嘛无合宪法。对总预算伫听书委员会互人动落来，杜英台讲爱阁沟通讨论。我们对宪法跟法定的预算程序必须要维护，必须要维护。但是卫福部长柯泰源因为也讲，赖总统确认话嘛，环境部长彭启明的适应风波，备询的时阵嘛上演大和解，两个人甲杜英台做伙握手。对于官员用词不当，杜英台表示，家己甲首长拢爱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